大家好，我是小乐。我这个网络时好时坏，昨天是白天是一点都不能用，然后我去找那个人解决的话，他给我要2000块钱，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帮着解决，再不收钱了。我觉得我都已经花了2000多了，说实话，你说现在总是觉得不好，我也没有弄，然后凌晨3点的时候突然又能上网了，这一会儿又能上了。这个网也不知道到底咋搞的哦，我又联系了一个，然后他说他给我便宜点帮我看看，我下午的时候去找他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，他这个小地方真是想找做这样的人太少了。好了，就这个情况，希望大家能继续观看影片啊！你看我急得脸上都长痘痘啊，嗓子有点疼啊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而且求助不断，救助不停，谢谢大家啊！